江門市政協調研組到我市調研，我市果斷處置一宗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件。歡迎收睇台山新聞，以下新聞嘅詳細內容。琴日下晝，江門市政協社會和法制調研組到我市開展調研，對我市三官一司下基層工作取得嘅成效給予好評，並表示將呢個工作經驗寫入上交江門市委市政府嘅調研報告當中。江門市政協調研組到我市調研嘅課題包括村社區公共服務站規範化建設同一村一法律顧問工作開展情況，並實地考察咗涌樓鎮竹樂村委會公共服務站同村法律顧問工作室。服務站工作人員介紹，目前服務站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嘅工作佔到村委會工作量嘅一半以上，村民辦事比以前要方便快捷得多。工作人員仲就如何進一步改進服務站工作內容，向調研組提出咗意見建議。據統計，到2013年9月，全市313個村社區公共服務站已經全部投入使用。去年共受理服務事項19萬件，成為咗群眾辦事嘅便利店。三官一司下基層係我市喺開展江門市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工作中嘅創新之舉，亦係工作嘅延伸同深化。警官、檢察官、法官同律師聯動，使基層村同社區喺接受法律上更為便捷同及時，使村社區依法治村工作提高到新嘅層次。江門市政協調研組對我市村社區公共服務站規範化建設同一村一法律顧問工作給予咗肯定，尤其對大膽創新三官一司下基層工作嘅成效給予咗讚賞。對下一步工作，調研組提出咗意見建議。調研組仲提出喺手段上要突出多元互動，喺公共服務重點突出基層基礎上，仲要進行推進同優化。對公共服務同三官一司工作，仲要由機制上深化改革，進一步提高效能。本台記者朱文星分離報導。今日上晝，涌樓鎮西海村個別村民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我市各級各部門快速反應，依法處置，將10名涉案人員傳喚到公安機關接受調查。上晝10點左右，涌樓鎮西海村個別村民以本村山林承包合同存在爭議為由，使用農機車輛封堵道路，強行攔截山林承包方嘅運輸車輛。鎮村幹部現場多次勸告無效，市公安機關依法出動警力，將涉嫌聚眾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嘅10名人員帶離現場，清理路障，恢復正常社會秩序。目前10名涉嫌聚眾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嘅人員已被依法傳喚到公安機關作進一步調查。本台記者報道。琴日同今日，世界銀行廣東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項目人員一行深入到我市農村，督查廣東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項目化肥農藥污染治理示範工程工作落實情況。世界銀行人員一行先後前往都福海燕鎮實施農業面源污染項目嘅實施點，深入到田間，實地查看實施農業面源污染項目嘅禾苗生長情況，了解項目區農民購買配方肥、農藥等情況，並聽取咗彙報。據了解，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項目強調以農民為主體，以田塊為單元，鼓勵農戶使用配方肥、控色肥、高效低毒農藥等。2015年，都福海燕鎮項目區治理面積5萬畝，涉及農戶7800多戶，項目建設投資預算1082萬元。項目通過補貼引導嘅方式，提升咗農民環保意識，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量，農民群眾反應良好。世界銀行工作人員對台山嘅項目給予咗充分肯定，認為台山項目得到領導高度重視。項目辦人員工作組織落實得力，對農戶嘅培訓工作到位，效果好好。希望下一步能夠加強對農戶信息嘅管理，增加農民培訓效果，繼續做好對農資供應商嘅監管，加強宣傳，提高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率。本台記者林立俊報道。近年嚟，為解決農村學生上學難問題，我市大力實施校車安全管理工程，將校車項目列為重大民生工程，同倒閉項目揸緊爭落實。我市自2011年正式啟動咗校車項目，通過規範程序挑選有實力、有資質嘅交通運輸企業，負責統籌農村校車營運，合理安排路線同調配校車。出咗錢，主要是檢查那個
机油啊、水温啊、气压啊，行走前呢就尽量在安全的基础上呢，尽量平稳的刹车啊，靠点的时候啊，要打方向燈啊、危險標誌啊和那個停車牌咯。學校方面仲從人車維修制度、應急預案等方面制定咗完善嘅校車管理制度，為我市農村小學生上下學出行提供安全方便嘅服務。據統計，目前全市共擁有校車90多輛，覆蓋200多個村莊、40所學校。校車運行嘅學校主要集中喺端分、深井、海燕、文村、北斗等5個邊遠山區鎮，以及幼兒園同部分民辦學校，需要接送學生人數近5000多人。每一輛校車均配備具有 A1 駕駛執照3年以上駕齡嘅司機同1名乘車老師。每一輛車外觀都塗有醒目嘅校車標誌、安全停車牌、危險指示燈以及核定車載人數。而且校車嘅校牌要有固定嘅駕駛人、行駛線路、停靠站點同開行時間等，並要求全部安裝 GPS 定位儀同視頻監控。2016年起，我市將強制淘汰改裝過嘅校車，確保校車安全運行。琴日上晝，市預防道路交通事故聯席會議辦公室專門召開校車安全管理工作會議，部署校車安全工作。市教育局負責人同校車所有人簽訂校車安全責任承諾書。本台記者張志強、雷卓歡報道。都附中學嘅黃欽歡老師係一位樸實嘅人，亦都係一位有責任心嘅老師。佢冇豪言壯語，卻有對教育教學工作嘅激情。都附中學係一所革命老區學校，一條寬闊筆直嘅大道向校園深處延伸，而黃欽歡老師就喺呢條大道上迎嚟送往咗一批批學生。喺擔任班主任工作嘅10幾年間，佢所帶嘅每一個班都有一個特點，就係班風好、學風濃，所帶嘅學生朝氣蓬勃。黃老師是我們班的班主任，他在學習上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在生活中也很關心我們，就像我們的父母一樣。黃老師是我們學校很出名的老師，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數學老師。每當我在學習上有不懂的題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他都能耐心地幫我們解答。喺鄉鎮中學任教，學生素質參差不齊係經常遇到嘅事情。平日嘅教學當中，黃老師特別注意做到優等生同後進生兼顧。對於班中嘅優等生，引導佢哋唔好驕傲，幫助佢哋樹立遠大理想，經常出一啲有趣味嘅、能夠鍛鍊思維嘅題目俾佢哋做。咁同時仲充分發揮優等生嘅作用，開展1等1助學促學活動，幫助後進生加速超前。平常亦都注意引導後進生樹立信心。在長期的班主任工作當中，總結3多：多溝通、多關心、多鼓勵。溝通，平時了解他們的情況；多關心，除了學習上的問題，平時的生活問題我也多關心。當他們有小小的進步時候，多鼓勵，發掘他們的優點，培養他們未成年的優良心態。當我們進來學校的時候，黃老師經常指導我們這些新老師怎麼樣努力成長成為好老師。在教學班主任裡面工作，經常指導我們新老師怎麼開展班會課。他的班會課在學校裡面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們老師呢，新老師在這個成長過程中，黃老師在我們關心是無微不至的。多年嚟，黃欽歡老師擔任班主任兼級長雙重任務，工作上要走喺其他老師嘅前面，付出要比其他人多。黃欽歡老師在我們都湖中學一直擔任班主任的工作，他責任心強，工作特實，用心做教育，為我們都湖中學贏得不少的榮譽，也為自己贏得不少的榮譽。像他這樣的老師，在我們都湖中學還有很多，他們都熱愛農村的工作。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扎根鄉村教師17載，黃欽歡老師勤勤懇懇、默默奉獻，亦都收穫咗成功嘅喜悅。先後獲得台山市師德優秀獎、台山市優秀青年教師、台山市優秀農村教師、台山市德育工作先進個人等多項榮譽稱號。一畢業我就扎根在那個農村，已經10幾年了，擔任那個班主任有多年了，10多年當中培養又一批的人才。本台記者劉洋報道。新聞播送完，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豐網3個 w.tsb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豐網微信。稍有百歡殺客，再會。拒絕酒駕，安全到家。新寧市場電力改造有咗新進展。